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想要来到台湾的市场，唔那有找这个赢的威风吹过。根据着《镜周刊》的报道，这比亚迪甚至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办到请立法院的高层含爆料。那这立法院的总部处长是讲是朋友的聚会尔尔。经济部表示，国安、治安、产业发展等可能会严格防止中国品牌车用各种方式入来到台湾市场。中国电动车骑头名的比亚迪用饼社会进入全球市场，2024年全球销量达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头一届超过特斯拉，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根据《今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廖总看《今周刊》爆料。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那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经是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大算的问题。不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泰国集团有意代理伫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有积极跟联络。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比亚迪大部分的车款有配智慧驾驶系统，你委员这支有2万功能的车，拢有资讯传回中国的泄露记录。中国这车互人验证会当驾有2万功能远端控制，对相关国安的问题，包括经济部跟交通部，拢进行对台。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哦，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哦，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法规禁止中国车规台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设计泰国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若是确认属有违规转运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监控、加重处分，违反的人上悬会当罚300万的罚款，要可能限制因进出口。记者采访报道。